求道情啊，咱拢依照咱的习性，依照咱的家务咧做，所以讲产生了咱种种的即种的因缘，所以敢若咱来讲，咱今仔求道后咱要安怎去了解知影，咱过去种种，所以讲。咱伫遮咱着依照了凡四训即个甲咱做伙一个分享，无良你电脑，无良，你电脑有用泡泡无？我遮头无方便，安尼有无？有，咱倒有试有啊，咱连厝边有啊。有啊，安尼有啊，拄啊无？咱依照颜了凡伊即个甲咱逐个来分享。颜了凡伊自细汉伊的老爸就来过身尤其伊老母，伊感觉伊会当来，会着去学医，学医术，会当互伊养家好看，顾着伊的生活，而且佫会当来救世，迄济世救人，佫会当来完成着伊老爸的遗愿，所以伊就放弃了即个功力，开始来学医但是伊伫有一天伫个自焚时的时阵伊拄着一个孔老人孔老人就来讲伊有做官的命伊就将即个经过对甲因老母讲，孔老人就将伊到下讲伊会当考调秀才即个期间当中伊拢算好了，颜了凡伊就对安尼行当中到了伊秀才即个名次，即个时阵拢拢照着即个应验，所以也佫再听着孔老人将伊的一生的迄个命运佫算一摆当孔老人佫将伊的一生伊个过程拢算出来了，讲伊到了53岁就寿终无子嗣即个时阵当咱颜了凡即个经过了，共款拢伊有伫拢共款照着伊孔老人所算的即个定数伫咧行，所以伊就感觉讲富贵在天成事有命，所以也对着讲即个先生拢已经有即个定数但是当咱无偌久行成就调伊去进修，伫进修当中伊若无心无心进修当咱伊佫回到行成的时阵伊去栖霞山拜访着即个隐谷禅师的时阵隐谷禅师就一个对坐了3年3日伊即个隐谷禅师就讲原因因为无法度成为一个圣人，就是因为太济的杂念甲欲望所以讲会产生了即个束缚所以就无法度成真，但是伊在即段期间伊就去观察到颜了凡讲伊有法度伫即个当中3年3日拢无去了即个杂念一定有即个原因所以即个时阵颜了凡讲伊的命运只有孔老人甲算足准所以一定产生一个定数，所以伊佫上较济嘛无啥物路。上次来讲，因为咱一般人咱拢无法度达到无心明心见性，所以咱就会必须去用即个阴阳的即个气数字来说法，产生着即个命的定数。颜了凡就听着隐谷禅师讲的时阵伊就感觉讲原来一个人的命是会当改变迄个时阵隐谷禅师就甲讲命由己造相由心生因为讲咱一个人的因缘所做的就是即个因尾来产生的就是即个果，一切拢是咱家己所做的所以讲除非讲有种人就是一种就是极善的，一种是极恶的，
人啊，五虎领人啊，伊细汉时伊老母就将伊说摕去，就将伊摕去算命，讲伊会当活30几岁。但是伊伫咧修办道当中非常的诚心啊，所以伊就改变了着伊的命运，所以活到80几岁。伫遮就咱讲，伫遮就当咱讲，咱伫咧求道前，因为咱的人生是由着天做主，因为咱拢依着咱的家务、咱的习性来做事啊，所以在历史当中啊，咱的命运啊，随着这咱过去所做伫咧轮转，所以咱人啊，人讲落土八字命，就是这个原因啊，因为咱拢会颠倒妄想啊，受着咱过去的起病侮辱，而来产生了这个定数啊，但是当咱求道后的人生啊，是由着咱做主，因为咱知影，咱求道后，咱知影讲，咱这个人内底，咱有一个真我，真主人，所以咱就会咱就依着咱的真主人去做事，所以去拄着咱啊无好的，做着对的代志啦，这时阵啊，咱就会自然转变着咱的命，所以咱今仔求道后，求着道啊，咱就知影讲，咱人生啊，求道后，咱就会啥，求道咱就会变成咱人生就是起跑点，这就是咱起跑点，就会进入了修行的这条路，所以讲咱师尊人讲，咱今仔日啊修行啊，爱去脾气，改毛病，这是咱一个拄啊适应修行，咱当中啊，咱必须要去去除，因为咱过去历史当中啊，咱有迄种脾气毛病啊，而且咱爱伫咧当中咱搁来行着咱的仁义道德，这是咱知影，咱爱去做，咱知影，咱每人拢有一个五常之德，这嘛是咱必须要去咱守住，去守的一件代志，来啊，爱行着咱五伦八德，这五伦八德啊，就是讲咱人生当中，咱人在这生活当中啊，咱有咱的人伦这道德当中，咱必须要去遵守去做，这就是咱人生，就是要求道后，就是爱改变着咱自己，但是咱人在修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咱是毋是拢会去拄着这个不如意？拄着不如意的时阵啊，咱有个人会啥，就想要就想讲咱为什么会安尼？咱会就想要去问神卜卦，因为要了解，有诶就想讲要去了解，但是咱就依着一些咱就依着一个地爽一个少康者伊是一个卜卦非常准诶人，有人去问卦诶时阵，伊来讲，伊来讲如何是好我，迄个少康者来讲，我亏人是祸，人亏我是福，算什么命，问什么卜，欺人是祸，饶人是福。咱今仔日啊，咱如果像去行到遐，想要人骗，去行到遐也想要人骗，有个人就想讲这骗小怪啊骗小怪，自然而然是毋是自然去惹着这个现端，亲像咱家己共款啊，咱人生苦意当中啊，咱如果无依着咱这个真主人来做事，咱这个辛苦意当中，咱就会去做了这个无对的代志，所以会引起了三灾八难症。这嘛是咱的所家己去惹的这个现端啊。人亏我是，今仔日在人当中啊，甚至有个人就会贪小便宜，但是咱知影，如果咱若知影讲伊的生活当中啊，会袂拄好，有时咱若讲当中咱互骗小怪，都无要紧，尤其是咱伫咧做生意当中，拢会加减，拢会拄着即种的人，
是咱若讲靠生活上可以的话啊，咱后偏嘛是咧做咱的即个福报。来算什么命，问什么卜？在哪里？我俩你迄个荧幕无变化。啊？荧幕啦，荧幕无晒耶。咱都无看到第二篇即个问题者呢。无。毋过有跳过啊。有啦，没有看到。哦，是，那后写是可能电脑有问题。哦，即个咱咧拢算，咱人会算命是啊，咱会想要去知影，但是咱爱知影，咱反倒转来问咱家己，咱今仔所拄着的心平是啊，这是爱问咱家己，因为咱在累世当中，咱毋知影，但是咱现主是咱知影讲，咱所心所行、心念所想，这就咱会产生了咱即马即个命运。所以讲，咱今仔会，毋管你去算命，咱必须要，咱就是爱改变着咱自己，拄咱所拄着的情形的代志，咱嘛是爱去面对，因为咱爱知影讲，咱种啥物因，咱自然就会得啥物果。迄是咱爱知影。所以讲，今仔日咱爱安怎去转变着即个因果。来啊，欺人是祸，饶人是福。咱一个人啊，行到遐，家人无好。行到遐，家人无好，比如讲，咱有个人拄着家人讲两句啊，就想要讲，比如听了无解，就家人相骂，这自然而然就会造成了即个无好的因，自然就会久来就会产生即个摩擦，摩擦了就会产生了即个恶习惯啊，所以讲咱人讲有个人就是算讲，这想要人，这也要算讲要人欺负，这也要人欺负。虽然咱有个人，咱无法度去压制啊，但是自然而然咱讲的，人无法度甲你治，自然天就会甲你治。人有时毋好做了去做了即个无好的代志。来饶人是福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得理不饶人。咱每一个人伫个人生当中啊，有伊个每一个人的迄个角度，也是拢会袂拄好。所以讲会有产生了即个摩擦。咱就知影讲，咱今仔日啊，所拄着毋是一条街，所以咱今仔爱有迄个爱有迄个包容心啊。毋通讲咱拄着了，咱搁为着要伫赢工，伫笑，伫正大声细声，迄根本有诶是小事无需要，咱就算讲无需要去引起着即个代志出来，自然而然，咱若会当了人，这嘛是咧教咱。人讲人教人当中，咱就是爱结即个善，这嘛是咧做咱即个福报，所以讲太上老本人讲好福无云啊，为招啊，这好甲福啊，是咱家己去主感招来，所以讲善恶之道如影随形，你做了即个善因啊，你自然而然就去得到即个善果啊，你若如果去做了即个恶因啊，你自然而然是得到即个恶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爱第二项讲即个慧根啊，今仔咱所有法度去体会，自然而然，咱若慧根较好，咱自然会对着即个道理，咱的即个人生的即个道理啦，即种性的生活的即个真理啊，伊就有法度
非常会有法度去体会。咱伫遮咱就以咱空性非常赞叹赞叹着伊地主人一箪食一条印在路行，不敢欺忧，回不该记录，天灾回这段来讲咱安福主伊伫个有一段无一段，伫个路行当中这若咱一般人是毋是就一直会非常的烦恼？因为有一段了后一段在对，但是咱安福主伊知影，伊是因为会烦恼因为伊的悟性观，伊知影讲咱这一切外在拢是如幻泡影所以讲伊也袂不该记录伊也非常伊也嘛袂感觉烦恼，伊讲非常快乐，就是伊会当找着，人讲回到一生即款互因义无事来讲咱伊主要是会当得到善道的话伊非常谨慎，拢行去互失去所以伊讲咱安福主一定好道而行再来就讲咱人人生当中有慧根的人咱拢会亲像心如明镜像咱前辈咱的甘传师前辈因拢非常所以讲因心拢非常亲像明镜拢处处是道。人行到遐，拢见道成道拢一直想讲不得无言，就当度人处处伊拢抱着非常自卑的这个心一直伫咧当中来引导咱这兄弟姊妹，当来修行如果像咱今仔如果咱若讲无法度去体会遮济真理咱的悟性人讲没有慧根也要慧根跟对团队今仔日虽然咱无法度去体会到这个真理但是咱会当对着咱这团队，咱对着这天命精神，伫咧自然咱就会知影讲有伫当中咱就会当去找着咱在修办道当中会当去做的真正代志，讲天生我材必有用所以伫遮咱就以学楞严经内底有一个周利盘德伊是毋是伊在世尊的时阵伊甲伊的大兄伫咧僧团内底伫咧修行伊个大兄虽是一个非常聪明记忆非常好但是周利盘德伊是一个记性非常歹活济心就袂记讲人拄仔讲的啥物代志所以伊的大兄一直就想要用伊赶出着即个僧团，但是即个代志传到着世尊的所在听到了，伊就请人去请即个周利盘特过来周利盘特来见着世尊的时阵世尊就甲讲你即摆伫我的精舍当中遮是迄个经理环境经理环境当中我教你一句话即句话讲你扫一届你会念一句讲扫尘除垢你若扫一届就念一届，伫咧当中经过一段期间伊就不断拢一直念即句，到了尾伊剃除掉伊的无味咱每一个人有一寡贪嗔痴一寡蒙蔽的一寡灰尘，亲像伊咧扫灰尘这共款意思当伊去除了，恢复到伊清净的心再来讲咱每一个人
在修办道当中啊，咱就是啊，咱着爱去慢慢做，伫咧不管咱伫咧修办道当中，咱伫做啥物工作当中，咱自然而然啊，咱专心去做好着咱该做诶代志。哦，自然莫生气着啊，才会无袂话啦。安尼自然而然是，咱内心诶遮烦恼无自然就会扫去。哦，安尼咱嘛是会通讲到尾啊，嘛是会当得到救济。哦。而且啊，咱着依着咱老师甲咱讲诶即个主语啊，来伊讲咱人民啊有一张，手上有一张迄个入门票，乌字文字有一张入门票是啥物票？哦，而且甲咱讲咱每一个人手上拢有一张诶即个入门票，啊，但是你啊看，咱每一个人在即个人生当中啊，咱拢会咱拢是毋是会去摕啊？会去亲像人啊，百货公司拄仔咧拍者，是毋是有只购物票？哦，啊，电影，咱若要看迄电影时阵，咱是爱买电影票。哦，啊，尤其咱即马拢一寡演唱会，哦，是毋是？咱就爱买迄个演唱会诶票。啊，如果若要出国诶，是毋是爱分两支票？啊，若要游乐区呢，是毋是爱游乐区诶票？但是咱今仔日手上摕一张啥物？就是咱今仔求着倒啊，哦，咱摕着落啊，会当互咱上法准回天诶一张入门票。按即张入门票啊，甲因讲咱多字啊，今生今世，恁连手上人人拢共款诶即个平等诶即个入门票，啊，即张入门票恁要安怎用？哦，而且啊，因讲咱今仔日求着倒啊，求着倒，咱要放上优美，哦，啊，咱既然求着倒，咱若进入修，咱着爱咱有发挥啊，咱有办迄个参班啊，哦。啊，参即个啊，就讲咱人生，咱老师人讲，咱今仔求着倒啊，咱会天迄个地府天啊，天堂挂号啊，哦，这也种咱已经伫即个天堂了，经过即个发挥，哦，甲咱即个副官啊来注册，哦，所以讲咱透过了即个发挥了，互咱会当名利，哦，咱。亲像咱生诶产啊，有足侪会需要会发挥啊，咱若会当诶话，咱就会当去报名，哦，啊，透过了学习，自然而然咱就会当名利，啊，而且在咱即个修办道诶路上，咱就自然而然咱就会较顺，哦，啊，既然咱有想要用，啊，但是咱要安怎用？哦，会不会用？啊，咱若要安怎用，咱袂晓用，咱着爱学习。啊，咱学习啥？学习着洗、烧、食、办行，即个部分哦，学啥？学佛规礼节，哦，规啊，是咱其实学佛规，咱头仔拄仔开始，咱会感觉咱像即种诶数学，但是吼，咱一段期间，咱会体会着讲佛规，其实在互咱在修办道当中啊，是要互咱保护着咱，袂去烦恼着过错。所以吼，咱自然而然，愈来咱就感觉讲足自然，哦，而且透过学习着礼节，礼节啊，也是咱人生当中啊，即个种拢礼，也是咱会见。生当中即个礼共款爱有节，哦，啊，咱在道场啊，咱嘛有即个礼节啊，哦，咱道场咱有即个参事啊，哦，啊，献香的礼节啊，办道礼节啊，这拢在修办道当中，咱必须要去学习的，哦，咱若拄到学开的话，咱就有了缘的机会，所以讲，咱不管咱今仔日。
是16、70岁，如果咱有法度诶话啊，咱就逐个共同来学习啦。咱每个月第2礼拜啊，拢有一个礼节班啊，所以讲咱若这是，咱就拢会当共同出来学习着即个礼节，来修身养性。咱拢会，咱的身口意当中啊，咱拢有即个习惯，咱要如何去将即个习惯来变成着即个习性？咱心啊，通做好事，口啊讲好话，心啊爱存好心，这啊种咱就爱从着这咱来开始转变，透过修持。依着咱依着咱的三宝来修持，培养着咱的即个德性，这种爱透过修，爱透过时间，慢慢去一点一滴去好好啊去体会，爱讲，通讲这大天宣化，咱真爱讲者讲着圣言之言，这今仔咱毋是讲伫即个时阵，较是算伫咧讲。其实咱每一个人拢伫咧道人当中，咱就是拢咧大天宣化，甚至咱同修当中，咱拢会伫遐道，咱拢会伫遐讲道理、谈道理，这嘛是拢是一个咧大天宣化，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明理，来办啊。开展着道务啊，咱即个道务必须要去透过办，咱伫国内也是算迄落一段期间啊，所以讲咱咧办较迄落道务要办较无好办，但是咱的点传师咱前辈者即马拢会出国去开展着即个道务啊，不管咱现主是因为咱即马拢是圣愿双修所以咱会当时间上当拄好咱就爱出来办，这若是互咱一种学习的，这嘛是当有时咱若增加时间搁较济，咱嘛会当缀着咱的前辈者出国去开办着即个道务行以身行道咱今仔日在修持的当中咱就是代表的道所以咱所做所行，咱所现出来，咱就是爱即个道气，爱有即个道貌，所以讲咱爱在咱行的当中咱就爱非常谨慎。所以讲，咱今仔既然咱学了会晓但是咱要安怎去运用？今仔咱学遐济学了18般的语言但是咱有要实行讲了用，有个人学的必然讲就要去做所以讲咱今仔日如果咱学会当咱学咱互上天所使用，其实即落嘛是咧互咱一种家己的即个机会所以讲在修办的当中，修办道咱来珍贵，就是咱来当打上即只的备用法阵所以讲，咱今仔日会当摕到即张的日文票，你要用毋用，仅此一次机会。咱老师讲咱家知影，所以讲伫遮咱就先以着一个故事，甲咱大家先来分享。小沙弥突然看到路上有一只蜗牛，他就赶紧上前，将蜗牛放到安全的地方。这一面喜气让身旁的老和尚看到，就对小沙弥说：“来，将你的包袱给我自己背。”小沙弥就赶紧将包袱双手奉上给师傅。老和尚很恭敬地告诉他：“来，你在前面走。”小沙弥向前行走间，他就在想，行菩萨道虽然很好，也很应该，但是众生所求的很多，所以行菩萨道会很苦，我还是到罗汉的境界，这样就好了。这时，走在后
而在的拿走又拿来包袱，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还是手本分跟着师傅走就对？他们一直走到了一棵大树下，都有些累了。师傅就说：“来，停下来休息一下。”这时小沙弥就问老和尚：“刚才在山路上，为什么有时候你好像不尊重，有时候又在讲我师傅，是什么意思呢？”师傅就对他说：“当你发这念心，行菩萨道时，功德无量，你就是一位菩萨，而我还是一位罗汉，所以罗汉要恭敬菩萨。但是后来你又后悔了，但你还是我的弟子，就要为我服务啊。你的心3次发了这种菩萨心，但是你3次又后悔，所以我就同样3反3推。你要知道发菩萨心是非常的殊胜，非常的圆满的，所以我们发心就要坚定，不要又进又退，这样永远都不会进。”即个讲讲，其实咱来，既然在即个地用法阵当中啊，咱在修办道当中啊，咱拢拄啊，即有些天时的应运啊，所以讲咱较有即个机会。但是咱在即个人生当中啊，修办当中啊，咱会拄着咱若烦事较济的时阵啊，还是为拄着辛苦病痛爱忝的时阵啊，这时阵咱自然产生了即个害太的心。所以讲，咱伫咧修办道当中，咱着爱好好来珍惜着即个咱会当踏上即个地用法阵，因为即个地用法阵啊，会当互咱上前途，会当互咱生心生愿，甚至也会当互咱在修办当中，会当互咱立愿了愿，搁会当互咱修道完成。所以讲，这是咱人生唯一的即个一次的机会。所以讲，咱无就来搁继续来伫咧因为咱若有时咱就无法度依照咱的情我做主，所以就才会产生了即个害太的心。所以讲，咱今仔日爱来讲讲咱内心咱内心爱互咱家己如何一个毋忘因为咱爱肯定着咱家己肯定咱家己的目标，来修办道的即个路上咱爱有知影明白所以讲爱非常肯定咱如果咱感觉讲咱有即个害太心的时阵，咱必须咱家己爱家己讲，咱搁爱发出着即个愿力讲重新出发所以讲，咱来讲咱内心咱爱知影讲咱明白无明白，这一生只有